星岸數據的第二個視頻介紹了美國超級富豪伊隆馬斯克。馬斯克的生辰數據可以在 Asteroid Data Bank 下載。星盤中有3個特別的星格：日月夾官祿宮、水星和羅睺。日月夾宮的要求是日月在宮位兩邊，而日月夾星則要求日月可以相連於3個宮位。如果日月在相連的2個宮位或聚於同一宮位，並且星在日月之間，也能形成日月夾星的星格。判斷日月夾時需要小心，出入夾凶會是大凶，而夾吉則會是大吉，沒有普通情況。在馬斯克的星盤中，日月夾官祿宮容易在事業上取得特殊成就，日月夾水星和羅睺則會對命主的性格和人生產生巨大影響。馬斯克的姻緣公開的有3段，分別出現在福德限、官祿限和天儀限。其中天儀限的姻緣沒有法律約束，但在命理上仍然有效。根據命理，只要有長期同居的情況，就可視為姻緣。他共有14個子女，這些資料歸類為婚姻2段以上多子女的情況。喺事業上整理了4個大限，包括相貌、福德、官祿和天儀。相貌限1982至1992年，這個限內學業表現優異。1983年，馬斯克編寫了一款遊戲，售出原始碼獲得$500。然而，家庭變化及與父親的關係惡化，使得曾經優渥的小馬斯克面臨生活困難。維基百科資料顯示，佢在1989年獨自前往加拿大與表親生活，並需要打零工。福德限1992至2003年，這個限的初期面臨生活壓力，但到後期已成為美國的千萬富豪。1995年獲得天使投資者的資助，成立了網絡軟件公司。1999年，該公司被收購，馬斯克獲得$2200萬。獲得成功後，又先後成立了 X.com 和 SpaceX 2家公司。官祿限2003年至2018年，在這個限內，日月夾限大吉。他加入 Tesla 並成為董事長。SpaceX 經歷3次失敗後，最終成功。這2大項目對汽車發展和火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，成就非凡。天儀限2018至2026年，在這個限內，馬斯克發展順利。Tesla 在中國設立工廠，成功解決量產問題。2021年，佢成為世界首富。2022年收購推特，並在2024年協助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。整理了星盤的命運起伏圖，未來將進入疾厄限。限宮的守護星水星雖然同宮朝陽，但與羅睺計都同落。水星黑涉太過，表面風光卻內裏坎坷。在疾厄限宮內出現命主得令克道主的凶象，會因為外在需要作出違背理念的事。總結來看，在2026至2033年，馬斯克的運程將不會順利。星岸將每週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的朋友觀看。
馬斯克的聲案就說到這裏，感謝大家的收看。